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7月17日中嘉台电新闻。由国泰金控甲云门艺术合作的专题公演，今年已经是第22档。根据统计，参观人数累计超过200万。在7月2日，这礼拜六，云门嘛将在咱市立体育场进行户外演出，而且完全免费，相当难得。云门艺术的作品一向甲土地感情有真深的关系。这摆因选择网架传奇人物13声的故事来作为舞台主题，更是要传达亲切的台湾美甲艺术文化。万华在60年代有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拿一本古书，一个小小的木垫，就站在木垫上，把那个古书里面所有的角色，一个人可以演很多角色。他可以很快变成女生，很快变成男生，一下变老人，一下变小孩。所以妈妈说，只要这个人来啊，街坊邻居就会说13声来了。所以当妈妈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也在万华成长，我蹲在那个广州街的路边卖拖鞋，看到那些来来往往的那些行人啊，以及附近宫庙、青山宫、龙山寺的这些绕境活动。当我妈妈在跟我讲13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些所有记忆中里面的人啊、色彩啊、声音啊，全都跑出来。所以我就希望看可不可以做一个作品，是跟我生活的这一块土地、这些记忆有关系的一个作品。今年国泰艺术节嘛是甲云门艺术合作第60场的户外演出，因为距离顶一摆云门来台南已经是16档前，所以市长赖清德专程出席记者会，邀请民众把机会近距离甲艺术接触。震撼台湾的人心以外，其实在国际很多国家也表演过，那国际一流水准的表演，当然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跟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今年回归台南16年之后重新来到台南表演，我代表市民热烈的欢迎也表达感谢之意，也祝福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也敬请老天爷帮忙也就是户外表演是无你大病起码无人大病较济人来，无多人打平另外，我也呼吁我们亲爱的台南市市民，千万不要错过云门舞集的表演。7月22号拜六暗时7点半，在市立体育馆的免费演出，马估计有9000人的盛况。但新闻顾问及王子豪参与报道。为将安平各社区的特色甲产业行销出去，安平区公所将对7月23开始举办假日市集，到时将21个社区推出呢农渔产、在地料理甲文创的商品，邀请大家做伙来交关。不管是平安社区的古早味煎地、文明社区的玫瑰花馒头，或者是菩萨社区的手工屏保，在安平区公所的号召之下，从摊位直接搬到公所内底。而这场记者会其实是提前来宣传渔光点点21世纪的活动，以南区喜事集作为典范，将安平各社区的特色，透过假日市集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因为我们安平有15个里22个社区，所以用渔光岛加上21个社区，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社区他们所有的一个在地的特色，可以借由市集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我们想要比照像那种假日市集，或者是像喜事集，然后可以的话，也可以走向小南国那样子的一种快闪夜市的一个感觉。那希望借由渔光岛，让大家看到我们渔光岛，也让大家看到我们各个社区的一个特色。除了透过市集来发扬各社区的特色产业以外，这次阁安排包括草帽园到海边坐地摆呀，甲社区聚落的在地小旅行活动。要邀请民众做伙感受安平的魅力。除了假日市集之外，我们也为了要行销渔光岛，我们有3个
小旅行。第一个就是练秋茂园，因为大家都知道渔光岛以前叫做秋茂园，它有它的遗址，然后我们搭配它的木马房的一些造景，然后会有一些 DIY， 这是第一条线。那第二条线呢是我们的趣味部落趣味行哈，那希望可以到我们在地的我们一些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主厝，大家可以去参观，然后会有一些童玩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养科人家，因为渔光岛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从事养科养科的工作，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去体验做竹筏啊，怎么让他们知道那个原来的渔村生活是怎么样。头一场的市集活动将在7月23號登場，並連續在8月20、9月17、10月15等禮拜在漁光島舉行。還有興趣的大小朋友到店來佚佗。咱新聞正山林根採訪報道。新加坡知名國際創業加速器下晡甲南台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以及南科育成中心共同掛牌合作，也成為第一間進駐南科育成中心的國際創業媒合單位。新加坡知名國際創業加速器 Airmaker 甲南台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南科育成中心下晡做伙進行揭牌儀式。正式宣告 Airmaker 進駐南科育成中心，未來希望借着合作，會當共同培育甲遴選出有國際創業潛力的團隊到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市場發展，也打造南科育成中心成為國際型的科技創業中心。現在國際的這個招商呢，越來越不容易啊。我們如果說現在的這個南科育成中心呢，能夠國際化，能夠跟國際接軌，能夠跟新加坡、跟世界各地來這個結合，讓這個 startup 的公司在經過加試以後讓它經過這個3個月的訓練，然後呢就能夠得到這個大公司的這個資金，然後呢來做他們的這個發展，這樣的一個模式是對年輕的朋友非常有幫助，而且對整個台灣的產業發展是很有貢獻的。透過國際加速器的推動，將協助新的創業團隊甲各地的創業資源匯合，快速取得所需要的資源，讓更加多台灣新創的公司會當取得國外資金，並且將產品推展到國際市場。但新聞正山林根採訪報道。但市總共有69處的工業區，其中卡努區就超過2成，都因為公共設施不足、排水不良，甚至路面破損的問題，對讓進駐的廠商受影響，嘛降低新廠商的投資意願。不過，關係下邊以後，但市政府積極來更新，9大已經改善了15處的工業區，成功去258間廠商進駐，帶動將近4000的就業機會。夕陽車流為一天的開始上緊發條，台南物產豐饒，工業興盛，光是工業區就有69座，但當中有60%都屬於老舊工業區。因為是私人的工業區，然後廠商是陸陸續續的進駐嘛，在管理上或者公共設施由於都是沒有很健全啦。寶安工業區是台南第一座私人開發工業區，位處交通便利，但是早期開發缺乏管理，加上公設不足，尤其這裡地勢低洼，只要好大雨就淹水。排水問題是這邊最大的致命傷啊，廠商要投資也不是，不投資也不是啊，因為一年來對就是淹了3、4次的水災。老舊工業區大多面臨排水不良、路面破損，加上公設未開闢，這些因素也影響廠商營運，也降低新廠進駐意願。目前台南市的這個加起來總共有60幾個工業區哈，那其實很多就是早期公共設施沒有開發，或是公共設施不足的部分的老舊工業區，其實也不少哈。那市長上任以後，其實會就是希望我們針對傳統老舊的這些工業區能夠來做一些更新哈。
根据统计，台南市工业年产值达19691亿，其中老旧工业区占了25%。县市合并后，台南市政府针对老旧工业区进行更新活化，6年下来，中央及台南市政府共投入3.15亿经费。从这几年的这个改善的结果，其实我们改善了包括所谓的嘉里工业区啦、安定啦、保安工业区啦。那个还有所谓斜甲工业区等等，我们已经改善了15个工业区。那主要改善的项目其实是针对所谓的道路啦、排水的相关设施来去改善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整个区域的排水也总算完成了，所以保安工业区就脱离了水患。入来迄阵只规片拢残痕，要路入来拢3米，上盖大3米路尔。你看，你转入来全部的路，可能应该拢超7、8米以上啊！这就是政府入来了后，全部整顿起来的一个成果啊。活化改善后，在地厂商感触最深，连带也吸引外县市企业进驻设厂投资。更新了后，规个工业区，咱准有看这2、3档，包括这间，这是咱北部落来，这个亚类士个迄个立丰城遐全部已经拢起好啊。会使讲，这工业区这边差不多拢100。传统的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更新之后，我们也创造了274家的新的投资案那也将近90几亿的投资额，那无形中也创造了4000多个就业机会。咱讲的政府对阮山上工业区的照顾，一指望的。汰旧更新同时，台南市政府亦启动新集工业区及七股工业区开发计划。那我们看到台南的这些工业区其实面临土地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市长报告以后，所以在101年就开始启动所谓的新集工业区的开发这个工业区是一个全国首创的一个污水零排放的一个工业区那目前我们包括填土跟公共工程都已经在施工当中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核准63家的厂商进驻新集工业区位处安南区及安定区交界，临近台17甲线，可连接国道8号新集交流道及衔接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通相当便捷。加上公共设施完善，土地一标售即获厂商青睐。另外，七股工业区经过环评、用地变更等审查，在106年4月获内政部同意开发。那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完成相关的作业那在107年，我们希望开始能够针对土地的取得以及实质开发的部分来开始启动。那未来这个七股工业区是比较一个乡村型以及沿海相关的食品加工的产业。那我们希望透过七股工业区的这样的开发，能够带动我们台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也能够增加这个沿海地区的就业机会。工业区为台南经济发展重要基础，良好投资环境不仅吸引企业厂商进驻投资，增加产业竞争力，也为台南经济注入活水。先听有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另外一家新岛甲成功养护所，遭河山地意在金城，则会举办户外昆亲，重要就是要互长辈卖关伫厝内，会当甲家属做伙来欣赏户外精彩表演。
由国乐团演奏优美音乐，这次台南林内之家成都永和所和成功永和所，为着要互所内长者拢会当享受一个休闲的上午，特别安排到国际一在金城举办户外恳亲会，互长者和厝里的人拢会当共同来做伙活动。我们在台南市最古老的都城市义在金城办这个活动，我们2位所长是黄雅丽所长、林志展所长，特别选在这边，就是带着我们的住民，能够参与室外的活动。我们一向是视住民如亲，把这些住民当作我们自己的亲人来看。我们2位所长跟所有工作同仁都一直热爱他们，也希望他们在家里，在本家生活以外，能够到室外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同时，请他们的亲人来跟他们一起和乐，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会中也安排座谈会，让长者以及家属会当了解遮安全，以及专业医生教导如何预防着山等等。也由董事长以颁发感谢状，为长者留下美好回忆。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成立34档的高度爱心会，这几档来持续举办关会，备受好评。伫今年选伫16号所办的关会，现场还有义诊、猎人加模彩相当丰富，吸引侪人热情响应。高度爱心会这几年举办的关会活动内容拢非常的丰富。除了讲关会地当抽奖以外，现场嘛有义诊团以及按摩等活动，互路过大小朋友拢非常的有兴趣。议员蔡淑慧嘛到现场支持，希望透过行动来鼓励民众关会。我想我们台南市古都爱心会已经历经第35届，那我们举办这个捐血活动也已经30年了每一年的那个举办都受到很多的地方人士的热情赞助，那也很多好朋友都会期待我们古都爱心会的捐血活动，然后卷起他的袖子，捐出他的热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我们古都爱心会除了捐血活动以外，平常对于一些弱势族群的救助，大家也都很用心去做访视，做捐赠，希望说把我们的爱心能够散播在我们台南市每一个地方。阮古都爱心会到当35档，会当安尼一路平平顺顺行过来吼，迄落，互咱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常在伫迄落报章杂志咧甲咱做感谢、做宣传，最后有一寡有心人士要来参加阮古都爱心会，每个月300块，会当摕你做爱心，功德无量。人讲做好事，存好心，种福田，应子孙。古都爱心会会员和理解师拢是抱持着饮水思源的理念形成，将处理社会用伫社会责任发扬光大。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去年大地震造成台南严重的灾害，嘛凸显一救灾器材不足。不过，使人感动的是，国际赛主会已经连续2档响应关注。16号由总会议长代表正式关证赐给超过200万的救灾器材。伫岛顶看到这器材，分别是雷达生命探测器以及四座油压破坏器材。这救灾器材拢是这次国际赛会关证。希望救灾人员在确保安全的状况之下，使救灾作为更有效率，并解决目前资源不足的困境，希望引起保证应有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赈灾的工作拖到现在，让我呢，心里非常的着急了，非常着急。我们能够完成一个任务是越快越好在这里要感谢这个承办这个赈灾工作的地区所有领导干部以外，我要最感谢的就是我们这个国际基金会的财务长我们李清丽国际财务理事长，因为他是从中央为我们申请钱来从事我们的赈灾工作，所以他在中央的力量，让我们台湾能够获得
很多的这个款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消防装备呢包罗万象了因为消防工作也是包罗万象，所以呢，而且消防装备又非常的贵非常的贵。除了市政府的预算，在议会的支持之下，那么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善心人士能够多给我们这一个支持不只是救护车了因为现在救护车已经太多了我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像这样的特殊的装备器材特殊的装备器材。会中消防局长也亲自颁发感谢证给这社会理事以及总监，代表市府非常感谢社会在0206地震了后的各项关注，也肯定这器材对着未来救灾有非常大的帮助。甘新闻顾国义采访报道。魔术方块伫这几天来，成为一个人真介意的佚佗名，嘛为了让大家会当挑战家己上好的成绩，同时有机会甲国外歌手做伙比赛。10号开始，咱台南举办了全国魔术方块比赛，再来看比赛精彩情形。魔术方块这几天开始伫台湾流行，也举办了侪比赛。这次全国上大的魔术方块比赛，也伫海港国小举办。现场来了国内外150名的选手参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场地，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把这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它发挥到一个极限这样子。那当然，在这个比赛里面，他们也可以突破自己的记录啊。因为这样的比赛其实是有跟世界方块协会做联动，所以我们的记录都会上传到资料库，跟全世界的玩家做排名。所以其实很多玩家来这边啊，他其实不只是挑战别人，他也是挑战自己的记录，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记录在这个全世界的排名里面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爬升这样子。现场有侪家长带领小朋友来参加，甚至有家长家己也有咧耍魔术方块，透过魔术方块来增加亲子的感情。当初是因为家里面有一颗魔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玩，那小孩是当初拿到之后转一转觉得有兴趣，所以后来他就自己上网，然后去找公式，然后自己去转，然后就产生了兴趣，就希望越玩越快，然后就开始一直接触。那我觉得让他学魔方的部分是可以让小孩学习练习专注力，那甚至手眼协调，能够很专心的在短时间之内去 focus 在一件事里面。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中有一位参赛者李梦怡，对伊来讲，魔术方块就亲像改变伊一生的宝物。透过对魔术方块的热爱，互伊主动推广，取得世界魔术方块协会认证，办理台湾大赛，接受两岸交流大赛。也因为安尼，得到清华大学的认同。第今年成为清华大学特殊选择的人选。我自己已经接触魔术方块8年了，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偶然接触，就参加数学比赛，然后有送一本很薄的解法书。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之下，又继续玩魔术方块。魔术方块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自己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靠魔术方块上大学的学生这样子。那我那时候透过清华特殊选材，然后用魔术方块这样的才艺进入清华，这样。那我自己觉得魔术方块让我在人际上面找到很多自信，然后让我找到自己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很多地方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魔术方块是改变我一生，然后是很棒的兴趣，大家可以一起玩。这次比赛除了让选手比速度以外，也提供一个真好的交流平台，让所有介意魔术方块的朋友，拢会当伫遮分享心得。小玩号第9届魔术方块大赛，耶！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午后短暂雷阵雨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9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看7月17日中间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